弟兄姊妹平安，好開心今日我哋可以喺呢度咧，透過 Zoom 咧同大家分享我哋嘅宣教嘅故事啦。咁因為咧而家爸爸媽咪咧喺澳門，咁我哋成家咧喺非洲烏干達嘅，咁但係好開心，因為我哋可以透過網絡嘅方式咧，係同大家分享薪火相傳。咁將時間交俾爸爸。好，弟兄姊妹你哋好，我哋而家喺澳門，咁好開心能夠同你哋去分享我嘅宣教同埋差傳。咁咧喺1975年咧，咁我同我太太啱啱結婚嗰一年咧，我哋就踏上宣教路，第一次做宣教士，咁被差派咧去到菲律賓呂宋島嘅東北一個省，嚟到喺嗰度嚟到去開荒建立教會，主要都係做一啲嘅華人嘅福音工作。咁咧嚟到開始咧喺嗰度嘅第一間嘅中華基督教佈道所。咁喺嗰3年當中咧，咁我哋就喺嗰度咧，同埋嗰個省附近咧嚟到去做宣教工作。咁77年我嘅大女咧佩欣就喺我嘅侍奉嘅地方嚟到出生。咁咧就3年之後咧，咁我哋就翻去香港。咁有2年咧喺我哋香港嘅母會侍奉。咁我第二個女咧佩瑩咧喺香港嚟到出世。咁2年咧，神都繼續係俾我有呢個嘅宣教嘅負擔。咁過咗2年之後咧，1981年嘅年初，咁我哋一家4口，當時咧佩欣都係3歲幾，佩瑩咧都未夠1歲。咁我哋就被香港嘅宣道會嘅差會咧係差派我哋到澳門，亦都係開荒佈道，建立宣道會嘅教會。咁1981年到1987年6年咧，咁我哋喺嗰度嚟到建立宣道會新橋堂。咁喺當中咧，雖然我哋係開荒佈道，但我哋都開始去鼓勵弟兄姊妹嚟到關心宣教士，嚟到為宣教士咧額外嘅迎獻。咁咧都睇到咧弟兄姊妹都好嚟到去支持。咁喺1987年，我哋就開另一間嘅教會，係一間獨立嘅教會，係憑信心嘅教會。咁我哋都係咧係當中雖然咧係一個嘅信心嘅教會，冇加入教會，亦都係一個從頭開始嘅教會。但係體會到咧，神都俾我哋有呢個嘅差傳嘅異象，唔單止係宣教。咁喺第2年開始咧，咁咧一直我哋都係鼓勵弟兄姊妹去為宣教士嚟到去參與支持宣教士，為宣教士禱告，亦都為宣教士額外嘅奉獻。咁一直咧有29年，咁喺信心堂嚟到侍奉，直至到咧2016年我哋先至退休。喺當中咧體會到神都用信心堂嘅差傳事工。咁咧喺10年嘅時候咧，咁咧信心堂都支持佩欣一家4口咧去烏克蘭嚟到宣教。咁甚至去到咧2016年嘅時候咧，係教會甚至咧係成為佩欣一家6口去烏干達宣教嘅差派教會。喺20週年嘅時候咧，都睇到神好大嘅恩典。咁咧都請我太太補充下喺呢段時間有咩同大家去分享。頭先牧師咧主要就分享咗佢嘅工作嗰方面啦。咁我而家講多少少啦，就係我自己嗰個嘅個人嗰個感受同埋屋企嗰邊啦。咁去菲律賓咧係我第一次離開我香港，離開自己嘅母會同埋家庭。咁係一個遇到一個人生路不熟嘅地方，但係好感恩，因為我哋喺一間福建教會嗰度信主，所以好容易我哋可以用福建話同當地人嚟到去溝通。咁呢個都係對我哋嘅侍奉好有幫助嘅。更加感謝神咧，就1年多之後啦，神賜俾我哋一個好寶貴嘅禮物，就係佩欣嗰個出生。當時心裏邊有一個心願，呢個一個頭生嘅孩子，如果上帝願意使用嘅，我就將佢奉獻俾神嚟到去使用啦。結果神好感謝神聽咗呢一個嘅禱告。咁3年之後，我哋翻到香港有2年嘅時間，跟住我哋再重新出發，去到澳門開始新橋堂同埋信心堂嘅嗰個嘅侍奉。其實呢2間堂有個特色咧，就係開始嘅時候，我哋一家人都係住喺教會裏邊嘅，教會係租一個單位，咁我哋就住喺一間嘅房仔嘅裏邊啦。但係出邊個廳咧就係聚會嘅地方，但係亦都因為咁樣啦，咁樣教變咗咧2個小朋友就唔係淨係屈喺一間房嘅裏邊。平時冇聚會嘅時候，佢哋有一個好大嘅活動嘅空間，喺當中係嚟到去玩啊咁樣。
又因為咁，我哋住喺教會啦，弟兄姊妹係經常隨時都可以上嚟，所以教會同家庭就變咗好似係合二為一咁樣。兩個小朋友咧，亦都好似係一個嘅大家庭當中咧嚟到去成長。喺當中，我當時都同佢哋有一個好大嘅分享，尤其是喺信心堂，因為我哋冇差會，就冇會嘅特別嘅支持，用信心嚟到仰望神，所以兩個小朋友都會知道，我哋一切所有嘅，無論佢哋讀書又好，佢哋學琴又好，佢哋一切所有嘅都係從天父而嚟嘅。我哋要存一個感恩嘅心嚟到去領受神俾我哋所有嘅嘢。咁小朋友，我哋每一個禮拜我哋有一次嘅家庭聚會啦，喺家庭聚會裏，我哋一齊嚟到去感恩，一齊數算上帝嘅恩典。而兩個孩子都睇住我哋喺教會點樣嚟到去侍奉，喺當中我相信對佢哋嘅生命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啱唔啱啊？佩欣，交俾你啊。OK，咁其實咧係好開心嘅。其實真係咯，如果係上帝俾我同我妹喺一個宣教士嘅家庭裏面長大咧，其實係非常之幸福嘅一件事咯。因為其實爸爸媽咪好少真係同我哋講好多大道理咁，但係喺佢哋嘅身上面咧，俾我哋好清楚咁感受到乜嘢係對上帝嘅信心啦，仲有咩係對侍奉嘅忠誠，同埋對身邊嘅人嘅關心咯。咁其實喺我哋嘅成長歷程裏面咧，好多嘅點點滴滴咧，俾我哋睇到原來宣教士嘅生活咧係非常之精彩嘅。咁所以其實到我自己真係去到大學嘅時候蒙召去成為一個宣教士，其實我仲記得喺嗰陣時候咧，我有一個好深嘅感受就係當上帝呼召嚟到嘅時候，我係可以回顧翻我細細個到出世，由去菲律賓，然後喺澳門長大，咁呢啲嘅歷程其實都係上帝一個好長嘅一個裝備咯。好似喺咁樣嘅情況，咁多嘅恩典同埋爸爸媽媽嘅支持裏面，如果咁樣都唔回應神嘅呼召咧，就好似好冇理由咁樣嚇。咁所以到我大學畢業嘅時候，咁我就係同神講，我俾3年時間我去工作經驗啦。咁之後我就希望可以讀神學奉獻。咁嗰3年裏面的確係好多嘅經驗啦。然後咧喺到第3年咧，我就決定辭職，跟住去一個短宣嘅體驗。咁其實我記得嗰陣時去決定去柬埔寨嘅時候咧，其實有機會可以去申請去做一個短宣嘅。咁我同我爸爸講嘅時候咧，第2日我爸爸即刻好有效率咁樣將個報名表咧就拎俾我睇，叫我填㗎啦。咁即係嗰陣時候更加去堅固到我終於可以擠低我嘅工作，咁佢真係去踏上真正去宣教嘅路咁樣。咁喺柬埔寨有7個月嘅時間咯。咁喺柬埔寨之後咧，咁啊去到新加坡嗰度讀神學。咁其實喺讀神學嘅過程裏面咧，當然更加去有裝備啦。咁同埋咧，爸爸嗰陣時咧同我講話，帶你翻菲律賓尋根啦咁樣。咁嗰陣時有個好有趣嘅經歷，就係我哋爸爸帶住我去翻去菲律賓我出世嘅地方。睇翻我出世嘅時候嗰間屋啦，咁佢哋建立嘅教會啦，咁我最記得咧嗰陣時，爸爸點樣帶住佢哋個相簿啊，睇當年嗰啲主日學生細個嗰啲相咧，跟住對翻晒啲人樣咧，咁就去探翻幾廿年之後嘅嗰啲主日學生，咁變我大個晒啦。咁同佢哋，我喺旁邊睇住佢哋去同佢哋傾偈，講翻話當年嘅時候咧，我係好深體會到呢個宣教士嘅家庭咁喺嗰段時間其實唔係好長咁，但係可以對佢哋嘅信仰嘅經歷嚟講咧，係帶俾佢哋好多嘅關懷同埋好多嘅好美好嘅回憶嘅。咁我見到哇，原來宣教士嘅生活真係非常之精彩。咁喺神學院畢業嘅時候咧，咁更加重要就係去講到我哋未來嘅婚姻嘅時候咧，咁我更加睇到爸爸媽咪佢哋係一個志同道合嘅一對夫婦一齊去宣教係幾咁重要咯。咁亦都好感謝神啦，因為俾我可以遇到志同道合嘅另一半，咁我哋可以一齊真係去踏上宣教嘅路。咁頭先爸爸講過啦，真係信心堂我自己嘅教會咧，成為宣教嘅事上面呢個最大嘅支持。咁所以嗰陣時爸爸同埋其他牧師愛牧團唔係差遣禮嘅時候咧，咁一齊咧差我哋嘅家去第一個嘅宣教工場咯。咁其實嗰陣時大仔3歲幾，細仔係未到1歲，其實同我哋去澳門嘅時候嘅年紀係好似。咁我哋係去到烏克蘭咯。咁所以我哋喺烏克蘭有6年嘅時間。咁呢個係我哋第一次踏上宣教工場嘅相。咁你睇到原來嗰張相係我妹拍㗎。咁嗰陣時咧，其實係我妹陪埋我哋一齊去上工場，咁一齊去經歷呢個嘅好興奮嘅時刻。咁呢度我哋去到烏克蘭，咁烏克蘭我哋侍奉嘅都係一班嘅中學留學生。咁其實好多宣教嘅影子咧，我諗翻起嗰陣時媽咪爸爸點樣去接待喺澳門嘅一班香港留學生，禮拜6嚟飲湯啊，嚟食飯啦。咁其實咧，所以我哋開放家庭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會諗翻起當年佢屋企係點樣。所以我發覺開放家庭咧係一件
好正常同埋好順其自然嘅一件事嚟嘅。咁當然喺我哋宣教嘅時候咧，爸爸媽咪都嚟探我哋。咁我女出世啦，咁到同我哋一家人喺烏克蘭嘅時候啦，咁其實嗰段時間係烏克蘭最動盪嘅時候咧。咁啱啱撞係嗰陣時候內戰啦，同埋社會好亂嘅，又炸彈啊，又打仗啊。咁但係喺嗰一刻，我發覺我好平安，因為我哋全家人都喺埋一齊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小朋友喺宣教工場裏面長大，其實佢哋有好多好寶貴嘅經歷嘅。咁我相信呢啲留俾佢哋都係好珍貴。咁我哋離開烏克蘭之後到16年啦，咁同樣咧，我爸爸同埋其他人一齊再差遣我哋由烏克蘭再去到烏干達，東非烏干達。咁喺烏干達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呢張相，我哋啱啱第一日到機場咧，婆婆都喺度喎，即係我媽咪都喺度喎。咁我諗係佢驚我搞唔掂啦，你咁 hea 啦，見到我哋帶住4個細路仔去非洲，咁所以佢都一齊去幫。咁嗰1個月其實幫到佢好多咯，睇住啲細路仔，咁我哋可以開始去揾屋啊，同埋適應生活咁樣。咁我都有機會嘅時候咧，喺烏干達呢幾年咧，我可以叫小朋友都可以參與我哋嘅侍奉，等佢哋去經歷究竟乜嘢係一個宣教嘅生活。咁亦同樣喺呢幾年嘅時候，爸爸媽咪佢哋經常嚟2次咯嚟探我哋，到細仔出世啊，同埋我哋中間都嚟去睇下究竟我哋喺度做啲乜嘢。其實佢哋嚟探訪宣教士咧，代表教會咁，其實對我哋屋企嚟講一個更大嘅支持。所以其實啲孫啊，知道公公婆婆嚟嘅時候係好開心嘅。咁其實我哋屋企嘅侍奉模式好似嘅，都係開放家庭，然後俾叫弟兄姊妹喺我哋屋企。咁呢個係兒童少年嘅營會啦，同埋上帝俾我哋好大嘅屋企，所以我哋可以搭帳篷，同埋可以俾好多車泊車，咁我哋可以喺屋企裏面有聚會咯。咁其實喺宣教呢段嘅路上面，我唔覺得係一個犧牲，反而係一個嘅好嘅珍貴嘅經歷。無論係對我哋嚟講，或者對我哋嘅下一代嚟講咧，我哋都好希望同樣可以將對上帝嘅信心、對侍奉嘅態度、對人嘅關懷咧，可以傳遞落去。其實宣教呢，不是一份的工作，宣教是一種的生活。我還記得在11年前，當我們決定要踏上宣教之路的時候，我們在新加坡的母會的安迪就問我們，為什麼你們要帶着這麼小的孩子就要先去宣教，而不是等他們大一點的時候。那個時候就讓我們想起來，在我和佩恩剛剛結婚沒多久的時候，我們在澳門參加馬禮遜到中國宣教的200周年的那個紀念的大會的裏面，我們曾經在那個時候就做了一個的決定，說如果上帝給我們孩子，我們也要把它奉獻給上帝做宣教。那回想這些年的裏面，上帝給了我們5個孩子，未來他們會不會成為宣教士，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的就是我們希望讓他們能夠跟我們在一起，同樣在這條宣教的路上一起的生活。我想這就是薪火相傳，猶如我們的父母在當年所做的，而我們今天仍然在繼續。願薪火相傳的宣教的路能夠成為我們的生活。謝謝。